咳嗽再猛再犀利，白滾水加3寶，1分錢都唔多使。如果你一直反反复复咳個唔停，可能你係未分清楚寒咳定熱咳啦。呢個視頻記得收藏，教你實用2招。第一，寒咳，呢類人呢，一到晚黑呢就咳得好犀利，痰係稀白嘅，仲特別怕凍。其實呢，呢個喺中醫入邊呢就係風寒疾肺，調理嘅關鍵呢係溫肺化痰，驅散寒邪。可以攞大蒜拍碎，生薑切絲，再加啲紅糖煮水飲，溫肺散寒，化咳止痰。第二呢，熱咳，如果你咳嗽反反复复半個月都未好，經常喉嚨痛、喉嚨乾、咳黃痰等表現，呢個多數係痰炎湧肺所引起嘅咳嗽。響調理上呢，唔單要止咳，更加要清肺。對症之後呢，可以記好呢個停背，可以同時調理多種咳嗽、咳痰、咳喘問題。唔管係感冒、流感之後嘅咳嗽、咳痰，仲係慢性支管炎、支管哮喘引起嘅久咳、咳喘，都可以攞佢嚟清肺化痰、止咳平喘。你記住未啊？